三四五六，简单啦。哦，你两个好，感谢各位数学专家。你无安尼，六只，好来请坐哦，请坐哦，咱讲第一啊，拿册背，我都进去，请坐，多谢。好来哦，六只鸟鼠未是龟，文是分数顶所写，是由学录文所画。哦，我甲你讲，看到伊这篇，我到想要来遮住，因为我感觉足好耍。你伫遮有看到啥？我看到有咧卖。你敢要来遮坐？敢要来遮坐？来遮坐较快点哦。来，我甲你问哦。这支是卖啥物的？这支鹅啊哦，来，啊你嘛坐咧，你就免惊啊。好来，你坐咧，坐落来啊。上好。哦，啊来哦。这个是咧创啥？这支咧创啥物的？啊你坐咧，后壁看袂着。这个咧创啥物的？敢看着？这个小丁，来哦，要来卖西瓜啊！树有一大片田，伊真少济，一只看袂了的西瓜。啊来咧，一粒仔一粒圆，佮青翠的西瓜，是啦，好像有够欢喜嘛，有够欢喜呢，伊嘛总有成就感的哦。伊安那一，我嘛知伊安那一，我袂使晓种西瓜。啊，伊还有讲故事，袂使晓种西瓜。好哦，啊，毋过啊，伊敢若会晓种，伊袂晓卖。唉，看咧规片田园的西瓜，介苦恼咧，这是要安怎办？啊，这爱食袂遐济啊！伊可能朋友送了，大家看到西瓜会惊啊。吼，这时阵伊的好朋友听到伊的话，你讲莫烦恼，我来甲你斗卖。哦，伊的朋友是啥？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、四宝、五宝、六宝哦，这六只鸟鼠是树的好朋友。因听到树的烦恼，就做伙来甲伊斗相共。几工后，大宝开一间叫做西瓜专卖店，伊就向想买30粒西瓜，收一粒卖互伊15块，伊一粒卖20块，啊每一粒伊也是赚5块，有赚钱哦。哦，西瓜专卖店一开幕，哇，足侪人客来甲伊买呢，可能天气嘛介烧咯，所以大家拢想要来食一个超市嘞。哦，西瓜专卖店来哦，啊二宝咧。哦，二宝看了伊嘛想要开店呢，而且伊想要比大宝更加大间，啊伊就向想买50粒西瓜哦，啊伊就一道。啊，伊迄较细叫的店，伊可能窗口介大间，你看袂到，甲长用迄落长间的嘿。啊来啊，而且伊佫想一个哦，足歹的名叫做西瓜大哦。啊来哦，青笋笋的，啊毋是青笋，青金金的西瓜，一粒卖20块。头一天开幕，嘛真侪人客来哦。哦，毋然安尼，伊佫知影要行销呢，佫家己写包甜哦，足甜的意思哦。好啦，三宝看到了，看到大家遮爱食西瓜，伊嘛想要甲西瓜卖甲佫较好，伊就向想要70粒西瓜。哦，唔像你来等着安尼。嘿，你等下听就知，啊，你坐咧，嘿。伊一粒嘛是卖20块，哦，啊，毋过伊的店名是要号声甲响亮呢。对，哈，无人比我佫较大间哦，我着叫世界大西瓜，我一间就足响亮啊。然后就设计啊一个舒适的空间哦，用内底壁顶，佫画足侪世界各地地标，人客会使毋来食西瓜、买西瓜，佫会使欣赏遐个图画哦。咱来看嘛，哎呀，好干嘛念一届哦？西瓜圆圆圆，花骨圆圆圆，
甜甜，囡仔笑眯眯。好哦，来用一个盖柚子，啊，搁盖古水啦，来，我去边啊，这样。好来，哇！哇，别后边啦，你别。他刚刚快点，你快点。哎，也袂发声吼，讲我伫遮。来哦，对我笑，西瓜圆圆，花开红滴滴，食着甜甜甜，囡仔笑眯眯。走音。搁一届好，搁一届，搁我一届机会哦。啊，你对我笑哦。来，开始。西瓜圆圆，花开红滴滴，食着甜甜甜，囡仔笑眯眯。感谢恁听故事，故事结束啊，搁有唱歌。老师，你到底这么几项？我嘛是感觉介忝。好来，搁有。嘿，无啦，我若穿西瓜啦。啊，这安怎念 ？CH 就是 CH 就是标准拢对，音聊聊走去。好哦，来哦，佮上尾一条，佮上尾一条，啊，佮等佮后一个要上来。哦，较简单的是不是？好，这个。这个啥？烘吧，内底会烘到的。伊叫啥？对啦，甲你家己拍鼓啊，你有够厉害。真的，好来，记得再来头前个后一个啥物？哦，对，哦，你这个较厉害，较好笑。咱这是要送的啊，就是你敢会晓养棍，你敢会晓养棍照顺，剪刀加刀石头做敢会？来，你含我试看嘛，来加刀含我，加刀石头啊，抓！你无你讲出。你手臂咧内底上好。喂，我的歌当作目屎落来。好，安尼我确定恁拢会晓。这样，请所有的小朋友请起立，起立，请起立。无，这样来哦。大家详细听哦。第一个，大家这样是拢是拍野球，要来拍野球，来牵出来。嘿，轰乱，进来来牵出来，好好哦，大家哦。你要拿做这个动作来去找其他的人照顺。你若赢，等下，冷静。你若有赢，等下。感谢你这认真，等下准备好。你若有赢，才会使落去后一个哦。啊，后一个你着收水，爱找同款收水的。爱找同款活动的教室咯，啊赢甲可以进阶到后一个哦。好来开始，今日爸爸妈妈嘛会使做伙上哦。今日拍野球，无啦，这是拍野球。下面我教室打的球，我输啊！你这是输水，输水你啊！无啦，你输啊呀！啊我加刀石头抓，加刀石头抓，加刀石头抓，加刀石头抓。敢有人拍野球？我是野球，你是上厉害的了。啊，所以我是无咧，我这样跟你拍野球。收水啊，你找收水啊，我阿妹我跟你拍野球，加刀石头抓。啊，我不是我，你呀，你找一个，哎，你嘛是收水，咱有人野球，我跟你野球。加刀石头啊抓！我跟你野球，上跟你野球。看到先，小朋友拢爱过关了，好，这样是所有的人拢来甲动咱车哦，进来。